火海暗湧，只因天賦偉大，使命即使極重。大局為重，人間真的英雄，靠兩手不顧一切，勇猛衝鋒。一生救火，卻心中要火，多少過路市民也為此感動過。捱夜又捱餓，真是非走不可，你也不肯雙雙透過權意講和。為圖是求求上天大路，平平安安歸家不用害怕，精英的身軀總得天生化，人在崗位抵擋風吹打，能毅自求求。